这个丹东家长出啊，讲愿意来台湾投案，啊，咱要派人到香港，甲人押倒来台湾，互香港政府来拒绝。也毋过传出讲，台湾已经有检警到香港咯，只要丹东家坐华航，或者是中型的班机，一入这个舱门，就以通缉犯甲逮捕。啊，昨一天拢无来出面呢，法务部长蔡清祥早起并无证实讲，是毋是已经派人到香港。香港人丹东家昨出港，港府认为台湾执法人员伫香港无司法管辖权，拒绝咱方派人到香港押人倒来台湾审。也不听讲，咱已经有一个检察官甲3个刑事局的员警到香港啊。我们有我们的管辖权啊，那我们同仁只是到香港要跟他们的相关单位啊磋商啊有关人犯移交还有证物移交的相关事宜，并没有所谓的跨境执法的问题。昨无出面，蔡清祥早起出席台欧明亚洲地区人权推动研讨会，即马听讲台湾检警透过私底下管道联系丹东家，将伫机场陪同返来台湾。只要丹东家坐华航还是中型班机，一行入无人机，就使以通缉犯的身份甲抓起来。很多的管道我们都有联系，执行的一个层面啊，是由相关单位他们来安排。那人是到香港了吗？这个都是他们有在规划当中，那在执行到哪一个程度啊？我想我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一直无证实讲敢有派人去香港，牵涉到敏感的两岸议题，台港两地对丹东家案件加害的斗法分别出招。